歡迎大家收聽下山看山下，我係主持人 Timothy， 同大家一齊認真試，輕鬆講，看山下看世界。好，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新一集嘅下山看山下。我諗大家平時咧放假又或者weekend 嘅時候咧，都可能除咗出街啊食下飯呢，咁好多人嘅興趣咧，可能就係喺屋企睇下電視劇啊、煲下劇等等嘅。咁咧，我諗而家好多人咧都可能追韓劇啦。咁近呢10年到，韓國嘅戲劇啦，都係電視劇啦，都係十分之出色嘅。其中譬如魷魚遊戲啊個之類咧，或者一啲嘅愛情劇啊，咩太陽的後裔啊、愛的迫降啊等等啊，都掀起咗一個熱潮嘅。但係咧喺90年代嘅時候咧，電視劇嘅流行咧比較其實偏向日劇多啲。小弟我咧其實就係喺個年代咧就睇住啲日劇長大嘅，所以咧其實我個人都比較對日劇嗰個情意結咧會比較大，亦都因此咧去學習日文啦，認識更加多嘅日本文化啦等等。咁90年代或者至2000年頭嘅時候咧，的確好多日劇咧都係好經典，亦都風靡一時嘅。例如我認為啊，日劇中嘅經典就係悠長假期啦，仲有其他譬如愛情白皮書啊、等你說愛我啊、美麗人生啊等等。咦，你聽落好似好多都係關於木村拓哉事。喂，事實係嘅，其實木村拓哉出現嘅日劇呢係好多啦，亦都好受歡迎啦。其實佢演嘅日劇呢都好多都係個質素都好好，本身都已經個劇本都唔錯。咁有大神啊木村拓哉加持咧，咁當然呢係更加令嗰啲日劇呢更加受歡迎啦，更加好嘅傳播啦喺亞洲。咁大家好可能會將嗰個專注呢會關注到呢會擺喺個演員度啦，好可能係木村拓哉本身啦。但係其實啊喺嗰個年代呢，有好多膾炙人口日劇咧，其實都出自一位一個神級嘅編劇，所以喺今集咧反而想同大家去睇一睇呢一位被譽為戀愛劇之神嘅日本知名電視編劇北川悦理子。佢係好多好經典日劇嘅靈魂人物嚟嘅，創作咗好多令大家心動落淚啦、好深刻嘅愛情故事。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但係佢所創作嘅日劇，我諗大家點都聽過。咁不如同大家睇一睇呢位編劇北川悦理子嘅事蹟啦。咁北川悦理子咧就出生於呢個1961年嘅，喺呢個日本其中一個中部地區岐阜縣嘅美濃加茂市，係一個好平凡嘅家庭出世啊。但係從細呢，北川悦理子都好中意觀察人與人之間嘅情感活動。咁佢呢就唔係讀編劇出身嘅，反而呢其實佢讀哲學嘅。咁呢佢就喺一間好出名嘅大學啦，早稻田大學啦嘅第一文學部呢，就主攻東洋哲學嘅。咁呢個哲學嘅學習背景呢，令到佢呢培養到佢有一個深刻思考人生啦同埋情感嘅習慣啊。咁或者因為一個學習背景咧，令到佢日後嘅創作咧嘅劇本咧奠定咗一啲嘅基礎。咁喺北川大學畢業之後咧，就進入咗一間公司叫日活影畫啦。咁從此咧就開始累積電影相關嘅經驗。咁佢亦都好幸運啊，可以跟隨到一位資深編劇叫佐治健嘅門下去學習嘅。咁喺呢位名師嘅指導之下呢，咁北川呢漸漸掌握咗呢對劇本寫作嘅一啲嘅技巧啊。咁啱啱出道嗰陣時，北川悦理子就曾經用筆名啦月島水樹呢就發表一啲作品。咁呢當時呢，佢係個籍籍無名啦，但係呢啲嘅慢慢經驗嘅累積呢，令到佢將來喺個日劇界大放異彩呢，又係一個好好嘅基礎嘅準備。咁踏入90年代之後呢，北川悦理子嘅才華就開始喺日劇界呢，就漸漸就出名啦，開始陸陸續續咧就創作咗一啲膾炙人口嘅愛情劇，咁包括一啲好可能你聽過嘅
首先喺1993年創作咗《愛情白皮書》，咁呢個呢，就係北村裕理子成名作之一啦。咁《愛情白皮書》本身呢，係就柴門文嘅漫畫改編嘅，講述呢就5位大學生之間嘅友情啦，同埋愛情嘅糾纏啦，係一個青春嘅愛情劇。咁而當時嘅木村拓哉呢，係扮演其中一個角色，咁就同石田剛等等呢，就係演繹大學生之間嘅愛情故事。咁當時呢，日本播出嘅時候呢，好大轟動啦，收視率高達成30幾%啦，成為咗90年代嘅經典劇集之一。而當時嘅木村拓哉喺後邊攬住女主角嘅明日抱嘅橋段啦，更加係好多人模仿，係好多人嘅話題嚟嘅。咁繼《愛情白皮書》之後呢，到1996年呢，咁就有一個經典誕生啦，就係《悠長假期》。咁木村拓哉呢，就第一次就咁擔正男主角啦，就飾演一個落寞嘅年青鋼琴師賴明秀俊啊，同一個過氣模特兒由山口智子飾演阿南呢，就展開一個好不經意之下嘅同居生活。咁顧名思義啊 ，Long Vacation 啊，劇情係環繞人生如果有啲唔順利嘅話，就不如當一個悠長嘅假期啦，以呢個主題展開嘅。咁呢兩位同時失意嘅人啊，陰差陽錯之後住埋咗一齊，由當初好多拗撬啦、睇唔順眼啦、好多有趣嘅事情發生啦，就到慢慢就相愛。咁咧成個過程咧好輕鬆啦，充滿好多好笑嘅嘢啦，但係亦都到後期當講佢哋兩個愛情開始嘅時候呢，係好多嘅橋段係相當之浪漫嘅。咁啊，當時嘅悠長假期播出係大受歡迎啊，唔單止日本，成個亞洲都非常歡迎啊，直情係一個叫做 long party 嘅現象啊 ，long vacation 嘅現象。咁啊，大家到呢個嘅月9啊，即係星期一嘅晚上9點鐘都會等住呢套日劇，睇住佢究竟進展如何呢？咁而佢嗰首主題曲啦 Love Song， 咁我諗大家都非常之認識佢嗰個開頭啦。咁另外一套相當經典嘅，同樣都係木村拓哉擔綱演出嘅經典日劇呢，就係《美麗人生》啦。咁係北村裕理子另一套現象級嘅作品啦。咁就由木村拓哉同埋上盤貴子合作演出嘅。咁《美麗人生》就係講述一個靚仔有型，咁當然木村拓哉做嘅髮型師啦，咁同一個行動不便坐輪椅嘅圖書館管理員嘅女仔之間嘅愛情故事。咁啊，男女主角就克服咗身體障礙啦，同埋世俗眼光而相愛嘅情節嘅等等嘅界限。打動咗好多觀眾，咁啊的確非常之感人，亦都美麗人生創出咗一個非常之紀錄高嘅收視，就係41.3嘅收視喺大結局時候。咁呢個紀錄直到2013年先至俾半澤直樹超越咗嘅啫。咁但肯定係一個其中最高收視嘅電視劇之一。咁呢套劇亦都令到北村裕理子榮獲咗有幾個獎項啦，包括呢個向日邦子劇本獎啦、第8回嘅橋日賞等等嘅殊榮啊。咁好好奠定咗北村裕理子戀愛劇之神嘅地位，同時間亦都幫到木村拓哉嘅事業呢就向上另一個高峰。咁另外想提另一套呢，我自己心水係幾中意嘅，但係當然個話題度就冇美麗人生木村拓哉做嗰啲咁高啦。咁就叫 Orange Days。咁咧喺2004年嘅時候咁咧係一部講述亦都大學校園生活環境嘅愛情劇啦。咁但係咧當中會加入咗一個失聰人士嘅元素。咁係由妻夫木聰同埋柴崎幸主演嘅。咁女主角就係一個有聽障嘅音樂才女啊，而男主角呢，為咗去認識佢呢，亦都去好好去學習手語同佢溝通。咁劇名 Orange 呢係代表一啲青春燦爛嘅時光啦。咁橙色亦都代表咗溫暖嘅友情同愛情啊。因為喺劇度其實好多都係講描述青年人嘅煩惱啦，對將來嘅迷茫啦或者憧憬等等。
係一個好感人寫實嘅故仔。咁我當時睇亦都覺得非常非常之感人，係一個好淡然但係好感情好細膩嘅一套電視劇。咁啊，北川裕理子亦都憑住 Orange Days 咧攞咗嗰陣時嘅日劇學院嘅最佳編劇獎。咁除此之外啊，北川裕理子都有其他好知名嘅劇本啦，例如從天而降億萬火星星啊、唯一的愛啊，甚至近期少少嘅由永野芽郁主演嘅一半藍色等等啊。咁睇完佢有啲咩作品啦？咁其實究竟北川裕理子嘅創作風格係點樣嘅呢？其實大多觀眾啊中意佢嘅劇啊，本質上係因為佢好善於刻畫細膩動人嘅戀愛關係。喺北川嘅筆下邊啊，角色嘅對話會常常令人覺得好真實自然啦，好似我哋平時講嘢咁樣。但係喺呢啲好平時好尋常、好普通嘅對話入邊啊，但係總會有一兩句好 touching 嘅對白嘅，咁會令人會覺得好感動啦等等。佢嘅劇本啊係會通過一啲細節啦、一啲好細嘅 moment 啦，去呈現感情，而唔係好似某一啲劇咁樣，好似合法唔法啊等等啊，去表達一啲嘅戀愛關係。咁所以呢種寫法呢，係好平常得嚟、淡然得嚟，又打動到人。譬如係由豐川悅司同埋上垣貴子主演嘅《跟我說愛我》入邊啦，男女主角透過喺玻璃門打手語講出愛你嘅場景啊，咁呢種張力、呢種嘅視覺勝過千言萬語嘅鏡頭呢，咁都係一個北川本身劇本嘅功力，用好樸實簡單嘅形式去講深刻嘅愛。咁除咗對白啊或者個鋪排之外呢，北川裕理子講故事嘅節奏亦都好出色。佢好善於咧喺劇情入邊張弛有度咁樣去鋪排浪漫同埋衝突。佢嘅劇通常咧都會喺前半部分咧用一啲輕鬆啊、幽默啊嘅橋段啊，令到大家好開心啦，去愛上角色。但係到咗劇情發展後半段呢，通常角色嘅情感越嚟越深啦，各種嘅矛盾同考驗啦出現啦，愛情與爭拗之間啦，咁你投入咗落去愛上角色之後，就見到呢啲橋段，就不知不覺咁亦都會投入啦，亦都為咗佢哋而痛心啦等等。咁所以啊，笑中帶淚都係一個普遍觀眾對北川所作嘅劇嘅一個評價嚟嘅。咁好可能前半段你會為到劇中一啲搞笑劇情開懷大笑，但係可能下半部係被角色一啲嘅真摯嘅情感對白等等而感動落淚嘅。咁呢一種情緒嘅共鳴啦，亦都好講佢劇本當中嘅宮格啦、劇情嘅轉折嘅合情合理啦。咁觀眾亦都隨住角色嘅發展呢，而有情緒上嘅開心啦、唔開心啦等等啦，而且佢嘅作品亦都唔係一味煽情啦，或者拖泥帶水啦等等，咁亦都好似人生咁有高潮有低谷，咁所以咧令到觀眾咧係投入啦，亦都覺得好過癮嘅。咁另外北川裕理子嘅劇亦都會有一啲嘅小設計啦，譬如一啲角色嘅職業設定啊、興趣啊等等，會同個主題咧係暗地咁樣呼應嘅。譬如悠長假期入邊啦，木村拓哉係一個鋼琴手啦，咁樣咁音樂咧就貫穿成個劇情啦，鋼琴成個劇情。咁 Orange Days 咧，咁女主角柴崎幸雖然聽唔到嘢啦，但係好中意小提琴嘅，咁所以咧手語同埋音樂咧就交織咗咧一個好特別嘅浪漫嘅情感啊！咁所以呢啲嘅設計一啲元素啦，令到觀眾啦欣賞愛情線嘅同時咧，亦都咧會被呢啲細節位咧而感動嘅。佢嘅故事啊，總係不經不覺間啊觸碰到觀眾嘅內心深處一啲嘅好 soft 嘅地方啊，咁往往帶俾人咧溫暖嘅感動啦，同埋對愛情嘅嚮往。咁但係當然啦，北川裕理子嘅作品到而家，譬如悠長假期都係咁膾炙人口咧，長盛不衰都有嘅原因嘅。咁首先啊，北川嘅劇對時代係有共鳴啦。
佢嘅劇本啊係好緊貼緊當下年青人嘅生活啦同心聲嘅，尤其是喺90年代經濟低迷嘅時候啊，直到千禧年後社會嘅觀念嘅轉變等等啊，佢筆下嘅人物同故事呢，往往反映到呢個年代嘅年輕觀眾嘅心境。譬如悠長假期嗰陣時呢，日本處於經濟蕭條嘅失落嘅10年啦，好多年青人對未來感到嘅迷茫。咁而兩位失意嘅男女主角啊，面對事業啦同埋感情上嘅挫折，但係咧佢就選擇咗將個低潮變成一個悠長嘅假期，咁令到啊各個喺當時面對緊呢個經濟蕭條嘅觀眾嚟講啊，係一個好大嘅慰藉。咁所以唔少 fans 到而家都好多謝北村嘅劇本啦，度過咗佢哋喺青春歲月之間嘅迷茫。係有一個同觀眾可以覺得係共同呼吸嘅故仔。另外，亦都提咗好多次北村嘅劇嘅一種細膩啦，同埋真摯動人啦。佢好擅長寫平凡人嘅內心深處嘅渴望同埋不安，而從而呢係塑造到啲有血有肉嘅角色。咁所以呢，觀眾睇嘅時候呢，往往可以有機會代入到自己入去，隨住劇情嘅發展呢，一齊呢去感受呢個悲歡離合或者喜怒哀樂嘅。咁啊，呢啲經典台詞呢，亦都係觸動到心靈啦，令人回味無窮。咁北村嘅劇呢，好細膩咁樣描繪愛情嘅各種嘅模樣啊，既有一啲嘅甜蜜浪漫啦，亦都有個心痛嘅離別，亦都會傳遞咗愛與希望嘅力量。咁呢啲好觸動人心嘅感染力呢，亦都係觀眾呢受落啦，同埋願意一睇再睇嘅原因。咁當然演員嘅配搭幫到北村嘅劇好多啦。咁下揾木村拓哉，咁當然係好成功地將個劇更加升華啦。譬如木村拓哉同山口智子啊，木村拓哉同常盤貴子啊，妻夫木聰同柴崎幸等等啊。本身呢啲配搭當年已經高人氣噶啦，咁北村更加為佢哋度身訂造啦，俾一啲好有魅力嘅角色俾佢哋啦。咁喺北村嘅劇本，亦都加上一啲人氣，亦都演技唔錯嘅演員嘅加持之下呢，咁係一個收視嘅方程式嚟。咁由於北村不斷打造高收視率嘅戀愛劇啦，咁所以被冠以呢個戀愛劇女王啦，或者戀愛劇之神嘅稱號。咁所以北村裕理子嘅劇嘅成功啊，除咗佢嘅劇本之外，亦都捉緊當時嘅時代嘅環境啦，揾到啱嘅演員來演繹啦，佢嘅動人劇本啦，三方面一齊去打造一個好套經典出嚟嘅。咁我聽咗我講咗唔少關於北村裕理子嘅劇啦，或者佢嘅生平啦，又或者佢嘅創作特點啦，唔知大家會唔會有衝動想攞翻套 Long Vacation 啦，或者美麗人生嚟睇呢？我係非常之喜歡北村裕理子嘅劇嘅，尤其是悠長假期 Orange Days。所以如果未睇過嘅朋友，雖然好似話20幾30年前嘅劇，但係非常之推介，大家有時間嘅話可以去睇下。咁最近其實北村裕理子嘅電視劇就減產咗啦，但亦都有最新，譬如2023年由廣瀨鈴主演嘅《黃昏時分牽起手》啦等等，都有佢嘅作品。希望呢今日嘅分享呢，讓大家對呢位日本知名編劇有戀愛劇之神嘅北村裕理子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啦。假如果你本身都有睇過啲日劇或者認識北村裕理子，好似我咁嘅話呢，我相信大家經過今集嘅 podcast 呢，亦都有好好嘅回味嘅。咁呢，今日嘅節目到呢度啦，咁多謝大家嘅收聽。咁咧，希望嚟緊呢，亦都會揾一啲唔同範疇嘅嘢同大家分享啦。我自己都偏向一啲創作又或者文化等等嘅，尤其是日本方面，我都比較有興趣。所以嚟緊希望
大家會繼續支持啦。咁啊，都係嗰句啦，以上都係我自己個人經驗嘅分享啦，同埋參考一啲嘅網絡資料嘅資料，有機會有誤差，請自行判斷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呢，可以訂閱啦，同埋讚好呢個 podcast 嘅，又或者推介俾你朋友。歡迎大家俾啲意見俾我。如果大家有興趣做訪談嘉賓嘅話，亦都可以歡迎聯絡我嘅。好啦，今集時間係咁多啦，拜拜。